那讲到咱台湾，那半导体甲晶片是世界出名。那佮讲到太空卫星，嘛有袂少世界级的厂商爱靠买咱的零件，因为惊讲中国会一再扰乱台湾。即马就传出讲，马斯克伊的太空公司 SpaceX 要求咱的业者都爱刷去国外来生产，才有机会会当摕到愈侪订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服务，和真侪国家的网络会当真紧通信。暂时外国媒体路透社所报道 ，SpaceX 技术受到中国一啲军事演习影响，用地缘政治风险做理由，要求台湾的零件甲供应商甲生产线搬去其他国家，来摕到新的订单。这是 SpaceX 供应商的卫星零件业者透露 ，SpaceX 要求因甲产线为台湾刷去泰国，因为过去企业家马斯克捌发表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言论，引发台湾政府反弹。根据台湾经济部相关业界数据统计，台湾有差不多50间生产卫星地面设备、民间零件企业，去年产达到超过2000亿台票。其中有10间业者直接供应 SpaceX 零件，而这业者嘛倚靠台湾其他数十间厂商生存。虽然台湾经济部认为地区的政治因素无应该影响国际卫星公司甲台湾供应商之间的供应链关系，不过 SpaceX 其中一间台湾供应商奇智科技，今年已经开始伫越南北部工厂生产新型的路由器甲其他网络设备。另外一间供应商新达科技今年嘛伫越南投资设厂。而伫全球拢在发展太空科技的时阵，太空本数嘛愈来愈侪。日本研发生产全球头一粒环保插头做的卫星，嘛伫美国当地测试，由 SpaceX 火箭成功为港内的航太中心发射到太空。一辺が10センチの立方体ですね。はい、そういうこの構造体ですねしています。重さは約1キログラム。木を切ってですね板材にして、でそれをこう加工すると。でその時間は約大体1ヶ月ぐらいでしょうか。でそれでこの板材ができてきたやつを今度組み立てて、この中には電子基板が入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のと組み合わせるのにですね、組み合わせて試験するのに約1年。因为太空内底无水甲酸素，袂互插头暖气也是烧气，可以当提供更较侪辐射保护。过去我是日本太空人的京都大学教授涂正龙雄表示，未来几礼拜会甲这粒插头卫星到放弃距离地球差不多400公里的轨道，停留6个月做极端环境的测试。马体未来要实现伫月球甲火星种树仔甲起插头厝的50档计划做测试准备。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